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 中意水晶錶圈又中意潛水款嘅朋友呢，今集就啱晒啦。因為今集呢就會為大家介紹 Ocean X Sharpmaster 嘅1000米 M9 系列。1000米呢個系列係 Ocean X 嘅王牌系列。今代嘅機芯呢，仲要由 NH35嘅自動機芯 upgrade 到去日本嘅 Miyota 9系機芯。Miyota 9系機芯呢，振頻有28,800轉，媲美瑞士機芯，而整體成個錶殼呢都做薄咗。對於一隻有1000米潛水深度嘅自動錶嚟講呢， 14.85mm 呢個厚度呢，絕對係非常之纖薄。錶面直徑係44mm， 由精鋼打造，用咗藍寶石水晶錶面，夠晒硬淨。而呢隻錶最吸睛嘅呢，就係個錶圈有24粒藍色、12粒黑色同埋12粒透明嘅水晶，非常之型格。加上呢就係1000米嘅潛水手錶，所以9時位呢有個自動排氦氣嘅閥門，型格得嚟又夠專業，非常之適合平時佩戴。而錶帶同埋錶扣呢，都係採用咗 316L 嘅不鏽鋼，做咗厚橋。而錶面上面嘅時針、分針同埋秒針都做咗超級藍夜光。手錶官網定價係4490蚊，咁我哋呢折咗3000零蚊就買到啦。有興趣嘅錶迷呢，快啲上嚟門市試下呢隻咁型格嘅手錶啦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錶迷呢，可以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獲得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